火是台是鹤嘛，啊龙是灵嘛，啊果的果嘛。喜欢啊，吃完会变 pink 啊。那拉姆，那是拉姆。答对了，对，有奖品吗？没有哎。今年是龙年，规年冬天拢着是果子，看起来红个搁大瓣的火龙果。小编第三代彰化甲农民交关的这粒火龙果，比面搁较大海。根据彰化师范大学的研究，红麦火龙果伊花青素含量是樱桃的15倍，营养的价值真悬，也愈来愈受到欢迎。不过，大家敢知影火龙果台语安怎讲？咱伫徛街附近的菜市啊，问看卖。请问你知道火龙果的台语怎么说吗？龟苓膏。你平常喜欢吃火龙果吗？喜欢啊，吃完会变 pink 啊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龟苓膏你喜欢吃火龙果吗？还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好说。为什么不好说？龟苓膏。啊，你有听过有些人说不会讲吗？有啊，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就不太会讲啊，老人家都会讲啊。龟苓膏啊，因为火是台是鹤嘛，啊龙是灵嘛，啊果的果嘛。国外省人了，但你听，你外省，可是你看起来好像会讲哎、我会讲、啊。你看起来想要尝试一下。龟苓膏，答对了，对，有奖品吗？没有哎、龟苓膏啊，一般米拢爱讲。龟苓膏啊，龟苓膏，你怎么不会讲？阮就是台湾人啊。龟苓膏，不是啊，龟苓膏，龟苓膏啊。火龙果是外来种，这大家拢知，讲法嘛有真侪种，红龙果、龙珠果、仙人掌果。这是因为伊是仙人掌科的果子树，除了红肉，也有白肉，甚至果子皮嘛有黄色的。小编若讲伤济，会惊着大家，赶紧来请教老师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火龙果这是对东南亚传入来，咱台湾本来无这种物件。传入来以后华语就叫做火龙果，咱就直接叫伊的字叫做火龙果，还是讲黑龙果。看你的腔口啦，两种腔拢有人讲。火龙果这字火有几哪种口口？较侪人是读做火，也是火，所以会较接听到火龙果甲黑龙果，加起来到10个甘甜，实在有够赞。另外一种小编嘛真推荐的水果，同款是好食，佮有真济花青素，就是蓝莓。市面上的蓝莓大部分拢是进口的，伊的原产地伫北美洲甲东亚。那你正确的台语到底要安怎讲呢？那蓝莓的台语怎么讲？蓝莓。是吗？那你知道你平常会吃蓝莓吗？会啊，我会吃啊。为什么？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啊。不知道。试一下。蓝莓，我不知道。蓝莓我尽量不要讲的，突然忘记不知道怎么讲蓝莓。你若要用国语讲，阮就是蓝莓啊。那拉姆，那是拉姆，应该是拉姆吗？蓝莓，蓝莓，大家讲蓝莓啊。蓝莓嘛，无要讲啥。蓝莓，直接翻嘛，蓝莓。蓝莓，我听人讲台语的咧。真的哦，很少的。很少。因为咱遮即卖人啊，讲要变外省的，拢讲国语。你用台语讲应该拉梅哟。拿梅，在台湾一定要学习台语，台语是我们的传统的语言，所以一定要学习。问题过来呀，蓝莓用台语会当安怎讲？所以咱迄个梅咱台语叫做酸梅，咱嘛有个说者叫做啦。当然迄个字无共款，不过咱这个物件拢叫做，所以蓝莓是因为伊的色是哪色的，所以咱就改叫做蓝莓。火
火龙果甲蓝鱼，拢毋是台湾原生的水果。不过自国外引进了后，经过农民的改良，即卖拢成做价值真悬的经济作物。台湾是正港的水果王国，也阁有啥物款的水果，你知影也是毋知影台语安怎念，拢欢迎伫影片下骹留话，甲大家分享哦。